咁啊，之前咧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，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啊反輸1比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阻礙視線最緊要。口盡條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，上場35分鐘嘅階段嚇。哇！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。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喎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安永佳1比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，因為個波射得比較係貼地啊。咁啊，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比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嚇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，一路落嚟咧，孟加拉咧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。